到肯定少唔到我哋十字木 CBD 地段啦，對面咧就係環球金融島，我身後咧就係澳門啦，50個就可以喺珠海地鐵城蓋嘅物業擁有1房，70個就2房啦，100個就3房，正裝加富。澳園樓下嘅地鐵站已經係通車啦，上廣州下落深圳非常之方便你出行旅遊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言志嘅 Coco 啊，樓下咧就係超大嘅華發商都啦，買咩嘢咧係非常之方便噶，無論個配套同埋地段咧都係非常之佔優勢嘅。咁啦，我哋而家上去睇下示範單位。我已經喺860尺嘅示範單位啦，廳位開間係3米1嘅朝東方向啦，唔睇下呢個無遮擋嘅視野啊。樓下咧就係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啦，全屋嘅中央空調都係格力品牌嘅華發嘅開發商，華發嘅物業啊 ，L 型設計嘅廚房啦，價標非常之高，含入去嘅洗碗機咧都係交付到俾你手上，格局咧係非常之方正噶，睇嘅景觀一樣係海景啦。咁啊，再睇下我哋嘅次臥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單位太大嘅，我哋而家去睇下1房嘅單位。我已經係591尺嘅示範單位啦，廳位嘅開間咧係2米6，朝東南向嘅。佢做咗開放式嘅廚房啦，佢放租出去咧都係達到4K 噶。佢仲有個管理模式啦，咁揾到 Coco 咧都可以包你拎包入住嘅。Coco 對南灣區嘅樓盤係非常之熟悉噶。如果你有咩對於房產嘅問題，都可以揾 Coco 諮詢。我哋下期再見。